原话艺术水个好，搁将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。人讲草木一春，人生过一世。搁将定来讲人住伫咧海口，住伫咧江边，有咧讨海掠鱼，咱才会乡亲。可能会用鱼虾水卒来比拼做俗语。若住伫咧山内，用草木做主题的俗语话，原来真普遍哩。亲像有一句话咧讲学咯，讲若迄个人花草无染，滴草无凉，这表示啥？毋是讲干那看到花、看到草，咱就想着讲男女间有情别也无。这句普遍的是咧应用讲，这个人的正派。尤其钱项的经过伊的手，一到5字清清楚楚，该拍落讲就拍落讲，伊袂对中甲你捏一个，袂对中甲你念一个，袂对中甲你占一个班级，表示这个人做人正直。安尼叫做花草无染，滴草无念。这自日本时代就有的俗语话哦，毋是国情即摆才品的哦。当然啦，有学落的话，都有痞相，都有批评的话。佫有另外一句，我那用草木做比拼，讲安怎样呢？讲你甲看迄个囡仔。有当中啊，迄囡仔若热，囡仔若贱，做是大人的，咱就会甲念。尤其咱旁边的人看到，原来会甲批评。譬如讲，草尖自细尖，草来自细来，对毋？就看什么款草，你像讲官网来枪灾啊，敢有迄个讲拄发出来较细丛，就较袂遐来无啦。这就是过去人俗语话另外一句咧讲的，讲囡仔人。3岁雕皮，5岁雕骨。什么骨？牙刀就是写袂落，草尖就自细尖哩，草来就自细来哩。同款用草木做比拼的俗语话，也佫有一句，这句讲做滴滴茶，甲抬甲翘。滴滴茶要破了，哪有可能会破甲翘？迄嘛需要功夫呢？毋是啦，就是讲简单单纯的工课委托你，结果你煞做甲哪有亏？另外。毋是干那即句讲用草木做比拼的，你若用鱼虾水卒做比拼的俗语话，佫有一句较普遍的。毋过咱讲着歹势，煞毋当到好孝，大家屎哪流啦，对毋？佫像安尼讲，好孝，滴滴茶，单纯的工课委托你做，结果煞做甲漏气。简单讲啦，以现代话来讲，不应该犯错误的所在，你去甲犯错误，这拢是用草木做比拼，真艺术。描写世间各种真理的台湾的俗语话。